我喺2010年12月24號夜晚10點10左右，發現唔見咗部 Nokia X6藍色學手機。位置大概喺天星碼頭至到海港城門口附近。嗰陣時最多唔見咗30分鐘到嘅啫。咁我而家想用1000蚊買返嚟，就算喺街嗰度賣出去都唔會賣到1000蚊咁多啦，所以不如 keep 住我電話嗰個人，你賣返俾我啦。誒、想即係如果你係嗰個人嘅話，你麻煩你send email 去 ericahechan@hotmail.com。其他人嘅話麻煩幫我 forward 出去，唔該。